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强盗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前方将士正热血奋战，靠在这后方，在这北都重庆，一般达官贵人却灯红酒乐，利用手中权力，腾结举旗，红台拔下，大发国难财。趁日前方吃紧，后方紧缺。孔将喜、宋子文这些国府高官，更是操纵银行，倒卖外汇，简直是民族的吸血鬼，国家的猪肉。他们的贪污后国之贼，绝不在缓解之下。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看他是假的英雄。要不，为什么不管他一灭亲呢？我知道今天死罪布满了宪兵塔屋，要我吃得进来，横着出去。告诉你们，我是写好了遗嘱来的，前方将士为抗日救国真流血牺牲，我后牺牲条老命。我马英初只要三寸气节，就要坚决救入官场的500号人，拼死抗日救亡。宪兵党务们，有胆量的就朝我开枪！当到贪官污吏，还监督，滚出去！一枪一分，来也将空他团舞就为放曾经我山河破碎，国土人伤知多少父老同胞家破身亡，看前方英雄将士热血抵抗，这后方贪官污吏巧取好的中饱私囊众百姓痛苦不堪难言讲，恨当的断拳无过上天亮，生命的他不是马不落乃渡我血腥男儿罪一张。马院长，叶校长亲自光临，莫不是奉命问谁来了？马院长严重了，是蒋委员长把我找去询问先生的起居，正要先生去官邸见面叙谈。蒋委员长要我面谈，哎呀，我可是深冤强盗啊！哎，笑话，嘿，那位知名的大学者怎么会是强盗呢？不，蒋委员长说的不错，兄弟是沈元人，是沈元强盗，不过不是逃着的逃，而是逃离的逃，逃得的逃啊！
院长真幽默，蒋委员长真的是诚心请你去，要当面听你对专事经济的告诫。哦，我的告诫，兄弟主张征税专制财产税，真是贪官污吏，剥削劳苦大众。他后人听过一句，他是真想听我在这里演讲，他随时可以来听嘛。兄弟，少赔了。马院长，你要不去，叫我怎么向蒋委员长交代？这个好办，你是重庆大院校长，把我这个商院院院长免掉，不就可以交代了吗？告辞。马院长。数十年，在夫君流离颠沛，为国家他心不永所为，就是怒斥权贵，刚直心情，不与难谁。面对为难，他从不后退，写文章做演讲，有因思维，眼见得晚风起响细碎，一怀门攀登他，并来为呀归。妈，到这个时候，我爸怎么晚不回家？是他，这事就乱糟套地。他4次演讲，痛斥当局。唉，有朝一日，总要是出他屋来。妈，刚才门口有个陌生人，塞给我个纸袋，要我交给爸。快打开看看。子弹，外院长，撕掉。快念念。马英初，你这个人冤讲道，要在个谣言惑众诽谤大国，就叫你妻子花生米。不好，他们要对你大下的水料。英儿、伟儿，我们快去把你爸找回来。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英初，你这是怎么了？爸，你快！花生米。爸，好啊，
有话声明，正好接我下酒。哎呀，人家要你的命，你还有心思说笑啊？不是说笑话，我今天真的喝酒了，你们没有闻出来？你从来不喝酒，今天敬我神，敬我神。你到底到哪里去喝酒啦？今天我在重庆大院演讲完毕，正准备回家，被一位朋友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见到了一位了不起的神父。你们猜猜他是谁？哎呀，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好，告诉你们，他就是中共要员周恩来。周恩来？是啊，他请我喝酒，能推辞吗？几碟家乡菜，一杯绍兴酒，我们边吃边谈。这杯酒真是我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一杯酒，借我胸中带丝绸。对这公，我本是心里就今夜见郭帅是文采风流，人气度与才华，无人出其右。共产党光明磊落，胸怀天下有。一片彩灯把国酒，生命的结果装心头。这代神我爱也中，寻年奔走，中宽道之路明灯在前头。临天线他怎么这病绍兴老酒，来，我们共品尝这其中滋味。快点，高兴的像个孩子。哎呀，我是为我们国家高兴，为中华民族高兴啊！来，举杯倒酒。哎，今天破例，我们全家共饮此杯。该先生，在迎接巴宴呢。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常到我家来了？在下是宪兵团团长吴道，奉上峰之命来请马先生。哦，我要是不去那，马先生是社会名流，可别难为我们这些当差的。我们是奉命行事。他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抓他？这世道还讲不讲理？这世道本来就无理可讲。
来，我们全家先把这杯酒灌了。带路。英初，总之，不要难过。我对家事的交代早就写好了，一直在堆里放着呢。今天就交给你了。英初啊！把最后，你们要听妈的话，好好念书，好好做人。爸，醉了。来了！你们凭什么保护马院长？哎，董阳明，评委，我们是奉上峰之命来请马先生去商谈公事。什么商谈公事？我们不让你把马院长带走。我们的真公务告诉你们，这是蒋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才敢拦阻，既按破坏专制治安罪论处。不能把马院长带走。同学们，谢谢大家的厚爱。我马英初光明磊落，无所畏惧，请大家放心。来，闪开一条道，二位有请。马院长。这鬼天气，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马先生，进来吃饭吧。哦，今天进我家餐了。马先生，今天不是你了60大寿吗？哦，这个你也知道。马先生尚未将平生经历的时候提起过，我们都记下了。今天我们兄弟几个悄悄地炒了几个家乡菜，那我买了一瓶酒，叫我去带来，就说给马先生做寿吧。还有陈元炒年糕、煮面，嘿嘿嘿，好好好，来，手下一起吃。马先生，自从九金儿先生水为国际反向强烈，尤其是共产党周恩来先生他们正在四方隐居，我估计先生不久就可恢复自由的。来，我敬先生一杯，祝先生寿比诺杀。谢谢，来，你我同饮。先生，今天这酒也是我向先生的自饮酒。哦，此话怎讲？这几个月来，聆听先生教诲，使我泛算醒悟，宁可为省院老家种地，也不在这里过着丧尽天良的差事。我今夜去到罪。好，有骨气，有骨气，
我马英初向你这位小老乡致敬了。哎呀，不滚当，不滚当啊！这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能照顾先生的起居了。王先生，多多保重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身居囚室，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哦，就在这把纸船上写上几个字，卷作留念吧。党到这边一国之义，党到这边一国之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又杀人了！都是我暖时边背负的新四军，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就在这上老街中营送命了。托付明日，滥杀无辜，天理不容。先生记录，先生记录。我去先生带了一张报纸，先生请看。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草谷，相继和解，周恩来。是千军一头自卑，万里长空，扎金雷。宽国国，生灵涂炭，家园退，办不了同是草国，把不到位。同中华好儿女，精诚远归，看中国的麦沙大，却成了结会。追起了北宋就朝天一归。3年来，皆因领千古永垂，千古永垂。令人痛敬啊！奉操，某某。多谢先生莫帮，在下要带回去世代相传。奉操，为到神儿带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哦。
同朝就此，拜别了。国破山河侧，城春草木深。观世花千里，恨铁鸟惊心。遥望无从情，后日少乌云。我马英初不过是笑着一名，隋唐内根据当局群情气愤，不听道理层层，是你的不是？听见了反对专制，人人共愤；听见了追求民主，今月之身。心匆匆为政事，再冒喜寻转一个珍贵岁月，请你关分明，关分明。谢谢将来，东壁我滕英超先生，我马英初愧不关当啊！原先我主张改造这个政府，现在我主张推翻这个政府。同学们、室友们，中华民族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能走向光明，走向胜利。小青，说好了下半夜在为民务见面，怎么一大早你找到校长办公室来了？我不是在谈我两个人的事实，我是来找校长。找校长？校长这天刚从外地考察回来，你看这么多文件等他一出。再说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洗过冷热水澡，现在正在冲凉。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是新生北大要报的副主编吗？校长投了一篇稿，我叫他退回来了。什么？校长的稿子你管退？不是，他的稿子不符合要求。什么要求？校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你是也要处长？你个小编辑，管退校长的稿也太狂妄了。要紧，你听我说。金秘书是哪个来了？啊，是要办送文件来了。哦，
情人冲过，冷水澡，深情气上一老全消。我把心中火来用好共彩当，永远是我的本金之交。不衰老，还要把艰苦重担来分晓。到过大月子，责任必晓，明镜写过程，更不知老。小金，请你说，老丈，我那篇郑奎文的与科学研究的文章整理好了吗？整理好了。哦，请要上声乐。哎，我这篇东西啊，是外开5年，一朝分娩，这一位啊，可以漂漂亮亮的生出来了。3年前，我在全国人大小组会上提出郑奎文的，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一位啊，在最高国务会上，我再次提出。你知道毛主席听了后怎么说？怎么说？毛主席说：“马英九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是同志嘛。”毛主席真是我的知音啊！所以你就接生北门取名四泽、四东、四人、四子。哦，这个你也知道？我还知道，这名字都是你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取好的。你呀、你这个小机灵鬼！哎，你刚才说要办送来了文件，拿来我看。不是文件，是稿件。稿件？谁的稿件啊？是校长的稿件。我的稿件，拿来，拿来呀！冷洗冷热水澡8大好处，这不是我让你投进我们8大月报发表的吗？啊！是人家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了？为什么？他们说不符合要求。乱弹琴！什么要求？他人呢？你去把他叫来。校长，学生在门口等着你。啊，
来推高的就是你。是，我是新生北大洋报的副主编老子密。有胆量，要长得高，你也敢推？除了当年国民党封杀我马英处的文稿，俺从来没有被报社推回来过。你本事不小啊！啊，校长，他年轻不懂事，你得跟他一般见识。不，今天你要当面跟我说清推高的理由。校长别生气，听我说。校长要举俺要报，全校师生一起应告。要是真名不团讨，估计因中华富不了报。可校长作文仔细找，应该在健康报上发头条。要报要报，要人高，简直种子不同调。名字风气是校长倡导，和他的优良传统记得牢。这是一段美高，请校长领军。把气象。好啊！你这高推得有理，推得有据。我们北大就是要发扬你这样不能等级、不讲面子、只讲真理的作风。来，请坐，请坐。哎，坐。你刚才说你姓龙，我姓马，我们俩合起来叫龙马精神。小龙啊，今儿你对爷爷对我这个老马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来找我提。听没说？不许当家啊！啊，前几天听了校长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我深受启发。哦，你有什么想法？校长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太重要了。我来北大上学时，我老家前曾在500来学生，短短几年就猛增到700多了。不错不错，我老家人员铺口，土改时人口不到1000，现在猛增到1300多人，人均土地由原先1亩8/3减到1亩。去年啊，我为人员老家带去了3斤糖果，这小娃娃一人一口都分不够呢。照这个增长率，我们全国6亿2000万人口，哪年就要竞争1300万人，就等于7个200亿呀！将来国民的衣食住行，关于医疗交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所以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怎么说？你支持我的主张？校长政治决权，利国利民，要争取上水赞成。好哇！今天我又遇见了你这位年轻的知音，难得呀！校长，过奖了。报告校长，我对你前几天的演讲有个地方，我有点意见。你哪有那么多意见？古人云闻故出西嘛，何况我俩是知音呐。讲。校长说，一个国家人口一多就要向外扩张。当年德国、日本就是这样。我以为
这是违了两种国家的性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平发展，怎么跟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说得好，说得好，小龙啊，谢谢你出言指正，你真是我忘年之交啊！我说错话了。小金秘书，来这边，我要写份检讨。什么？校长，你要去检讨？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我马应初当中说了错话，自然要检讨收回。你可还你？校长，就一两句话，你就别太当真了。要当真，要当真。小金啊，我写份检讨，你把它贴到校内布告栏去啊。哎呀，校长，这也太小的大作了。检知真理，修正错误，是我马应初做人的准则。马校长，哟，江书记来了。江书记，小龙也在这里。哦，你们俩在校长室搞吃教委呀？哎，什么七教委啊？小龙、小金是一对鸳鸯，很快就要办喜事了。哎呀，我这个校长官僚主义，大的官僚主义啊！到底是党委书记供着戏呀！小青啊，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请我去喝喜酒啊！不过我有话在先，你们啊可得要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啊！江书记，你们的工作我写真了。等等，小龙啊，我这篇关于省会问题的论文，你带回去审整款款，帮我仔细推敲一下，充分提出意见，使其更加完善。校长如此的爱，有时一定认真拜托。好妙子，好妙子啊！名师才高度嘛，校长。国内外的年轻幼子都争着报考我们北大，不少人是冲着马老你这位名师来的。那我们要更加倍努力，把北大办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学府。这真是中央的要求啊！我来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明天上午，周恩来总理到北大来做报告。总理气度才华，无与伦比。他来做报告，是我们北大师生之福呀！这都是你马校长的面子，要不总理实力万几，哪能当我们学校的演讲？总理要来，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呀！对，准备。小青啊，先把我这份检讨贴出去。校长。明天总理要来，这校长检讨。总理要来就不贴，怕出我的丑事吗？什么检讨？前两天刚刚小龙来指出了我前两天演讲中的错话。我身为校长，理应为学生做出知错就改的表率。你是党委书记。共产党不就是主张随之检知真理，修正错误的嘛？江书记，你看，校长说得好，贴。
之命。我在老地方等你半天了，怎么在这里发呆？怎么不舒服吗？对会脑子，心神不宁。我陪你上医院看看。不，医院不管用。你是不是精神压力太大了？要紧，现在药院内外都在批药厂的新生看人，我是他的支持者，我是亲手不安呐。我知道你有压力，我也不轻松啊。可药厂的压力更大，我们应该挺起精神，继续支持药厂，一同面对才是。你还要我支持药厂？你心绪理亏了？你觉得药厂的理论错了吗？没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主张。既然没错，你怕什么？要紧。奉君特别为师兄们，普天给的是批判声，看自比百姓人看人，一顶大帽子实在被下沉。我上反驳比查公文，寡不体重，故障太什么不管上公文，只要自己逃离阵，心胸坦荡做呀问，怕什么大帽子来养人？若要长风浪中听声残云，总一个堂堂正正一天清晨。上帝已经定了心，新生看人是反倒反社会主义的大头根，做这啥让我迷途茫寻，朋友们规劝我莫回是身，万一迷茫也困境，死心则必痛苦万分，别望前途为你为我还于我们下悲沉，我这欲为谁把出身？检讨批判错觉灵魂，你是检讨批判了，怎么写的？谁梦笔负这几度离长奔，从今儿与马英处把记忆来忘去。
我已经贴出去了。不，你快去把它记下来。记不得，我去帮你记。不行。犯法，不行。小姐，我是万不得已，我们还年轻，不能不顾前途未来，毁了自己的一生呐！你要是接下了他施暴，我们两个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龙子良，你给娘伤心里。几年来相识相知，两心相印。今日是等叫我心冷死。可算你开启朝廷心刚正，恰原来身上那飞速的灵魂。见风刺头无实心，为这求情都是身。自我着急不要紧，还不该反我为谁？上为是真，为你羞辱，为你对人。从今日一到，两腿不分前程，一到两腿都分前程。小菊。你的教诲，他是个没有骨气的人。我想你悲惨。我问你，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误入歧途了？不是，他是杨章的心生可能，绝对是李国里面的百年大计。今日不知一练，便撬开自己的灵魂，滚装水。他死，他冤上，他是你在其中的有生，不该伤害的呀。我个人微不足道。我平时没有上课，与学生接触不多，总想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学生，鼓励他们要有与困难作对阵的勇气，不能一受挫折就低头认输，要做一个坚强正直的人。经困难，是我这个校长没当好，我有违众望啊！校长，你没有犯人，是旁人没有你这样他位的精神，为了你呀！这世上无为有三种，一种是无私无畏，二种是无知无畏，三种是无耻无畏。小静啊，刚才我失态了，你去告诉小龙，
对我个人的态度无所谓，但若是失去了良知，是灵魂的毁灭。对真理科学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切记啊，切记！校长，我跟他分手了。分手？不可，你不能这样做。年轻人也是懵懂，你要帮他走正道，将来一定是国家有用之才啊！校长，小军，我跟校长要商量事情，你先回去吧。马拉，最近身体还好吧？好啊，好啊，每天坚持洗冷的睡觉，有空照样爬山。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真担心你睡不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时常批判，这真理是越辩越明嘛。马老，这位批判来对不小啊！把天长他是宝，把遥远天边，报纸上批判纷杂来多年天，一句句一条条上纲上线，也是心切胸天，党内的理论权威亲自督专，煽风点火满把一天，胜利是马尔萨斯中国翻版，要穷在忙当，把反动本质来击错。不是，他研究过马尔萨斯吗？你知道马尔萨斯吗？马尔萨斯的陈口理论是要通过专政、屠杀、瘟疫来消灭人的生命，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而我的理论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这能相提并论吗？有本事的叫他来与我当面辩论。马老别激动，听我说，现在已不是有啥问题了。你看全国上下的形势，都是他要军方维新超集结，首年要超英革命，这些都要靠人力资源。这个时候你彻底要下干身去，怎么会不挨批的？马老，你就听我劝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蒋书记，言神之所言，那很容易；言神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神之不观言，那就更难。蒋书记，你的好意我领了，可一个人的主张是不可随便改变的。何况我有充分的把握，认定我的主张是正确的。我马英九一生不是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就是把我放在油锅里炸3遍捞出来的，凡是我原来的马英九。
江书记啊，能谅解吗？王老，校长，刚才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请你明天到东南海西花厅，总理要亲自会见。我的事惊动总理了。好，我正要面见总理，出人利弊，一吐收场。回来啦！面粉、猪肉做了，全都买回来了。好，我们现在去动手，做一把最爱吃的生源小笼包。啊！妈，你是把今天见了总理，总理会支持他吗？这总理对我家恩情。与你把相识相知几十年，你爸爸的偏成他的人民家，再不怕在位上做老百姓，他回来莫你呀，一家人把云见人，喜开呀宴。好，快动手做起来，让爸爸回来上上去。见到了啊，总理好吗？总理睡了。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要总理操劳，能不睡吗？啊，你们谈得怎么样？爸，总理支持你吗？哦，你们买了面粉，还有子女啊。是呀，马上总理再了解你，你们见面一单一定会云消雾散。我们全家该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生源小笼包。你们下去忙吧，赏我一股神，歇一歇。一处跟总理谈得不愉快，你们又把校内外的情况告诉他，那总理说了些什么呢？他关心我的健康，要我保重身体。总理他在为我承受着压力，又想帮我解脱困境，用心良苦啊！总理的意思是让你认个错，写份检讨，好把事情化解了。他始终没有说，可我心知肚明。那你呢？我也什么没有说。我们相对无言，算儿就默默告辞了。严初，我知道你是不肯轻易改变主张的人，这对你很痛苦。可于公于私，总理的一片苦心，你不能辜负啊！
我胸中之路明灯。了你是你命运早就尽，他四处奔走，营救我回家门。花十宝早等做门了，从那死神为你受情，他情人何日怜你是千金不了你避难他乡生子心情，他精心交配令我惊奇不了一次次他为你重生，奔忙中到不达千里死生一张张一见情许说不尽他是一生中谁来得的指引，来得的指引，到今朝又为我苦心费尽，怎能不为他的一生情？应初不为别的，为了忠理，为周公，这一次检讨你也要写。为了忠理，为了周公，这一次检讨，我要写。要写，哪怕就写几句话。我写。我的检讨，我检讨什么？是我的观点错了，我1000遍论证过，深刻非孔子不可。是我的动机错了，问心是问，我是出于爱国爱党的一片赤诚啊！是我提出的时机错了，现在肾亏飞速增长，肾亏的基数将越来越大。现在提出已经迟了，那我错在哪里？我检讨什么？为了忠理，为了周公，这次检讨，我要写，要写。你别再发抖，谁在发错？这一次检讨就必先生死难诉我难！为心背离，也能不难。心生快乐，在你心里竟那么重！关系国计民生，也能不从。计算这么难，这么重，你
那么多药材，我愿可以不过，你就不能放下这些人当你的药厂救你的手吗？可以，可我做不到。我要是放下了，对不起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对不起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啊！爸，你实在写不下去，就让我来代你写吧。你给我写。你说我来写。好，我说你写。我的检讨书，我马英处见识浅略，夜夜张目，不见泰山。我提出的新生可能是错误的。不，这一个错事，你说出来不就完了吗？一个错事。丧失良知，虚伪的神。情在听不到真理的声音。休怪吧，生死里孤舟生心，休怪吧，不体谅你们母女情。我一生追求真理，宁而死，到老来真可以缄默而生，就真子做真人，难以本心。若世上没良知，是毁灭灵魂。
言，天堂的声音。只听到钟怀声震，合错的声音。京东吴并不是说把同情人，还是公修自己神色公平。我问你常说心热，如饮肉林，不如诺国为师，你何闻声？问一声西爷们，为我此次结生。难道是马英聪不是孤身，不是孤身啊！这神灵跟共产党这对问题，岂能作为形式自欺欺人？为国家为民族万众长征，我必须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哪怕分过水深啊，分过水深。写好了，我念给你听。水深风骨，不必怕，只留情吧，在人间。英初，你太上重礼，失望了。无爱无忧，我更爱真理。为一次耿耿担心，为报。爸，国内各大报纸已发表了上篇批驳你的文章。英初，好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要写文声明为敬，你把它记下了。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铁中，理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这只专事为之，就不想转以利一步，而不以利什么的那种批判之门投降。马先生，是马先生吗？你是？我是冯超啊。冯超？冯超？冯超马先生，是你呀！转眼20年了，想你呀！是啊，我也想你呀，想镇远老家的乡亲们啊！怎么到这里来了？哦，我是送儿子来上北大的。哦，听说先生你辞去了北大校长，还有人批判先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把我的人砍下来，我也不信。我来救你，
就是想说这句话。这些年，每当想起先生的时候，我就会拿出这把子孙来看看。你看，滚滚长江东逝水。先生，千万要保重啊！不当要账，军威神冤，我们惦记你，欢迎你呀！谢谢神冤家下父老乡亲。凤超，我是要为神冤老家去，到几人再去做调查，把神明的心声反映上去。将来死了，就把我的骨灰葬在家乡的土地上。哦，扯远了，凤超啊，回去告诉乡亲们，我还是当年的马英说，你也要多保重啊。有先生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我回去一定转告乡亲们。要唱。小静啊，不是说过不让你来送吗？怎么晚来呀？校长，我替你织了一条围巾，万你寒风萧送，你戴上，你好挡风御寒嘛。小静啊，这些年你跟着我受累了，万一小龙的事，千万不要记在心上。人生在世，宽大为怀。我祝你们幸福。我一定记住校长的话。马老，马老，江书记，我是带水之身，你怎么好的送迎呢？马老，你我10年并肩一手，风雨同舟，要分手了，我能不来吗？江书记，10年树木，8年树神，还是那句话，把北大办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等乐府，把乐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马老，我已得到消息，很快也要调离了。是我连累你了，是我没有照顾好马老啊！国师保重，国师保重，二位有期。告辞啦，告辞，告辞啦。一枪一枪
把万贼写弄书，写一天到晚不停地写。因为病到此造反，他这老病之身也不好好养息，还要拼命的写书，这绝命是啊，一辈子也改不了啊！我去，得让他续写不可。两位啊，今天我写得特别顺畅，一口气写完了。人口增长和农业增产，关于水土保持，这是我的积累和数学，这3个章节，照这个进度啊，我这部大块的农书才有2、3个月就可以完稿了。爸，这部书都写了3年了，你是快90的人了，甚至于有病，再这样没什么也得写，是何受得了？正因为来日无多，我要与时间赛跑，赶紧写好书，先送给总理，再送。爸，据现在的意思，最总理也无力帮你出版这农书了。不能出版，就长出名山，吕队来采吧。但我坚信，我这部书是对国家有价值的。爸，刚才总理又派人接你送药来了。总理晚生，让你好好养息，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总理是怎么说的？是啊，总理的话你也不听。听，谁说不听了？那就夸伯牙好好续写一回。好过。爸，续写一下嘛。好过。小豆娘，我的心肝宝贝呀，阿玲是我的手心肉，小豆娘是我的手背肉，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头子说不得呢。2块肉，妈，刚才武东对面几户领导的自杀都被红卫兵抄家，给抄出了事情，还被当场拉去批对了。快来我们家也在劫难逃啊！与其让他们抄，不是我们自己烧，我们赶紧清理一下，把该烧的东西全烧掉，千万不能让你爸去找贼呀！要不要跟爸说一声？他刚睡着，就别惊扰他。这是外面的隐私，也是官康，也跟他说不明白，这事就这么办了。好，两位，我们快动手吧。就剩下这一笼八仙的农书稿子，这肯定是宝贝。
哪里藏？哪里藏不住？这农书可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呀！要紧还是农书要紧，这等个就来不及了，别争了。为了你爸的病哦，杀！家无言语，且曰分外忙。14算7岁，夜梦白发娘。两位啊，爸，刚才我做了个梦。梦中回到了陈年老家祭拜老娘，还把我写好的农书送到了他的墓前。来，快扶我起来，赶紧写书。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破四舅，你的事告绝对保不住，我们把他杀了。啊！你杀了我的叔父！你们不能把我爷爷气杀了！我的叔你们知道吗？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不好是会动摇国家根本的。少了树，我拿什么衔接国家？我反正还有什么用啊？英超，夫君。
求你爱度万年，免把何灾？为此生不能把你照了。原来是在千手从不强。把飞浮标，儿女们越为我眼光空。我早把用着剑袍，这辈子与孔才当官带相照。金针也献过策，屡把心掏。老兵局在屋里呀，奔走富豪，必将这有过自信记样好，狮子笑来着无多于世间赛跑，真神心数年心血已聚少，看起来我再难从些书稿，有几句高阶话，你们要记牢。就真子做真人，推灯重要，总违背一件事，听得今朝要坚信，口曰真理，容我这不了，了中话可信可信，不可做到。到那日我终是就也还笑。
长风魂归故土，西宽河山，青河家国，做同胞，做同胞。这总理关心你的身体，专门派我来看护你。总理，我抱歉毛主席批准，对马老我其他爱国知名人士予以保护，不允许外人来骚扰你们。谢谢，严处，谢谢，我的成功了，成功了。把我的心献给祖先，献给总理，献给我们的国家。不了，不去当叫沈家了啊！20年了，终于回到你这温气蒙少的地方，你一下子都年轻了20岁了。我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哦。先生，马校长，龙之明，你万在不大呀啊！我的要神教20年了呀。哦，20年了，你看两鬓都算上了校长，20年来，我一直悔恨不已，常常噩梦传谣，多少回去到先生家门口想登门谢罪，可一切都过去了啊！神非圣言，只能无过，可知错能改，算莫大意。神啊，要有这样的胸怀，你看，共产党就有这样宽阔的胸怀，这样大的气魄，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说明啊，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同样，你龙之明啊，也是大有希望的哦。小金呢？他们还好吗？他现在是要派主任，正在上楼迎接新生。迎接新生，我也要去迎接新生，我们一道去迎接新生。马喽！马喽啊！好啊！哈哈哈。